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一面墙能不能让你感动呢？桃园中壢的中平国小有一面怀旧墙，这是2年前客家籍的国小校长陈新平他的创意发想，号召了孩子以68000多块的瓷砖拼贴出了客家饶平文化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，也就是许家老屋。整整花了2个月的时间，百年建筑跃上了墙面，也让孩子认识了客家。孩子们跳着步马阵，这是客家传统节庆中才会出现的舞蹈。在这个校园的每个角落，都能感受到客家氛围。客家文化在这里扎根，让这群孩子不仅能跳给你看，还能细说从头。大家好，我係邵佳佳係許家老屋，住在中平國小。这一道懷舊牆將客家意象完整呈現。小小導覽員詳細介紹，瓷磚塊塊拼貼出客家饒平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許家老屋的風貌。眼前這壁畫的幕後推手就是中平國小校長陳新平。我們把這個在地的一個歷史建築能夠搬到學校，讓孩子們就在學校裡面就可以看得到許家老屋的實景。自己是桃園新屋的客家人，想讓孩子透過許家老屋認識客家。2009年春暖花開的5月，陳新平帶着小學生們為懷舊牆貼上第1塊瓷磚。而採訪這一天，已經升上國中的孩子們回來了。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了解，說客家文化原來是這個樣子。就這樣愛上客家的種子已經埋下，但孩子終究是孩子。說到對許家老屋的情感，沒有人比許學紅還要深。大越流芳的來源是堯舜時代，要讓位給我們許家一個叫許由。許學紅是許家第19代嫡孫，在這裡生活超過50年。在許家老屋的兒時歲月，許學紅歷歷在目。阿公的項目粗橋下來咧。千度已經喺武湯打造這個接機，要喊阿公，要喊阿太，要喊阿叔，要喊阿爺。這間老屋已經有189年歷史，而源自廣東饒平的許家人遷至過嶺，到現在也還使用饒平客語，並將祠堂取名為大越流芳。一間老屋，一面圍牆。串聯起2個世代的回憶，也串聯起客家文化傳承的希望。馬賽克的5顏6色堆砌出許家老屋，小學生的7手8腳拼貼出饒平文化，跳着步馬陣說着客家情，沿着懷舊牆遇見感動時刻。